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30，箴言8章17到18節安尼講：聽我的，我嘛聽伊；懇切找我的，會找着。好嘢較尊貴，是我所屬。久長的富有甲繁榮，嘛是我所屬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聽你，嘛要聽阮；愛願找你，就會找到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永活全能的上帝，你是創造天地萬有的主宰，你的智慧無窮無盡，你的慈愛遠過諸天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世代。主啊，萬人攏着向你跪拜，萬口攏着承認你是牽得榮耀、權柄、尊貴甲上讚的真神。主啊，對永遠到永遠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拯救阮的活命主，你是阮永遠的盼望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毋落佇喙頂講聽你，閣較佇生活中用順服、忠心、甲敬虔來聽你。主啊，因為你有講，聽你的，你嘛要聽伊；懇切找你的，會找着。好嘢甲尊貴是你所屬，富有甲繁榮嘛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